渐渐过去，春风又柳开啼。一条暖暖河水清清，融入了满天碧。山茫大边是天高人，地飞人生脱离。啊，祈求天公慈心保佑，风俗平安顺心。各位听众，以下是本台的特别报道：南北韩战争爆发至今，已使得两边人民的通讯与交通全面中断。为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张，我国防部与美国协议，由美国海军来台协防台海。这个做薄饼啦，我条线真行呢，看小食一下不？今天下午4点抵达基隆港，国军部队也欢迎美军加入台湾海峡的防卫。害我，你拢惊要回去。好啦，你莫阁哭啊啦！啊，要烧者你嘛无法度啊，恁哭几落工啊呢？趁小食者啦，莫阁哭啊啦！我连厝拢无啊，要通哭一个哦。好，你哭。我出来一个，啊，你会食啊？我是不是一个月啊？哈？无啦，你啊搞水哦，那份过会完啦。问题出我代志，我出来一个啦，哎，趁少紧食吼，莫阁哭啊！笨蛋，怎么掉？还你冇下啊？你下啊？已經回來咯，被吃的東西不能。给那人按后行哎，听说有事情。狗魔子，我事情就唔會潛嘅。九线战争，以前唔都福卡人，你就本给一只架。我用本一只架。我預咗本用，照解啊！係啦，薩庫拉喺度廿幾篇案究誒，佢有人唔聽出買病，係講唔意思，就本佢一隻搞大。當然有意思啊，有可能對我意思，但伊遐懸着，我才會着，人生遐水，我生得唔看下。唔會強哦，強佢唔響哦。哎，硬要強，硬要強啊！硬要曉得想。講就講咩？有啲嘅講。田厝狗，我愛看去搞無啦。來吃到有狗胎，有食物，薩庫拉聽說都中英啦。哈？真緊哦？係啊，我聽錯，你做是中英嘅。你這間唔知點聽啦？那有可能。來看啊，你這在買金子可以求婚，聽說會成功，也就一夜啊！做對啦！一夜啦！走去。
来狗胎，懂懂台，来10文，懂10文，紧紧哦，真紧的啦，沙沙希，走北啦，沙希啦。沙耶！杨姐，你有是叫伊讲门来啊？这要收的数量愈来愈侪，应该公开招标，互大家拢来标。啊好，你甲所有米价、米行的资料摕来互我，我来通知因。好，我随来算。等下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等下，你毋是甲大顺美行伊查某囝伫咧讲真正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哪会无爱甲因老爸参详一下？你敢毋知？伊甲咱顶时关系拢足好诶。要参详啥？顶一届因头卖米的代志，我阁未处理咧。我是爱你好呢，你哪会愈讲愈挑工啦？我是公事公办，这件代志你莫管啦。若出啥物代志，我会担。这个中车哦，真正我食无3百菜就要爬上天。好啦，阿爸莫生气啦，伊嘛是食人的头路啊，无你要去安哪？我迄查某囝就要嫁互伊啊，应该安怎家己毋知？农会的米本来拢咱咧做的啦，伊即摆竟然公开招标，无甲我安写做无大件，佮寄一张批，叫我限时间来甲米报甲到，即摆是要当做啥？你要甲你卖掉。啊！你正经有遐食碗内洗碗外呢，也还袂加呢。我看你哦，该共款来好好教示一下。好啦，阿爸莫安尼啦，佮好好甲讲嘛。以后伊嘛是咱兜的人啊，一定为咱啦。都是因为伊是咱兜的人，才应该教示啦。会打赌的。这张是标单，爱写有清楚，袂使写毋对，嘛袂使有白做哦。你若写毋对吼，就重写，我阁有加互你一张。你也无爱家己甲文化局讲，安尼毋是较清楚？你拄好转来，顺续摕转去嘛。毋是你专工叫我来的。你叫文化去标吼，我无意见，莫影响到你的分数就好啦。阿兄，你真是要甲中秋节结婚哦？阿兄，你真是要甲中秋节结婚哦？毋知啦。结果迄男的，人条件遮尔好肯嫁，你就紧带出来，啊，搁你想啥？莫插你啦，我甲你讲起来，这单啊吼，你直接甲文化局讲啊。你莫啰嗦啦，你紧走去啦。啊。金太哥，你听吧，
哎呀，哦，遐个动车跳甲总去无诶，我等下在想哦，你嘛是中介。哎，跳摆你总到以后诶咩？再次跳摆这个是超上啊，今天来伫个啦。真来哦，这家个土地哦，越多啊，还用最好咩？嗯呐，你这边做也做样啊？生意哦还算稳定啊。哦，那就拜托你啊。其实哦，左摆可能做下子啊，给你古代哦，感觉唔会自动用。不过呀，可能在港铁，最近吃到东米线啦。米线嘛，哎，来啊，叫他来没？叫他来做啊。真是哦。认识给啦，来没？今天越跳摆吼，因为吃到那什么，那该就搞你，所以较好，所以较唔，你说让我一年，你都排队吼。搞伊个事情哦，就无得个讲个啦。也好，都当人听我讲片哦，我真的吃到懂分业啊。你呐，阿爸就会讲啊，讲你啊，就是做工作嘅有中央嘛。我摆行好啦吼。哦，冇那个问题啦。今夜吧，迄妹我想一下，拖嘢朋友啊。因为喏，你想乜嘅啊？冇啦，咱想到调价，你敢讲法用的哦，我其真是懂穷的。係啊，懂教哦。我今日就要同你走起。我知啊，想要终于钢铁做得嘛？跳甲跳摆哦，尤其啊种品种的米，还望种成功。我想要推起，完成他心愿。法子，我想要做于钢铁，做得嘛？爸，爸，安那？啊这是要创啊？啊，人顶面的写这名啊，
叫我赶紧参详哦，你和恁查某囝的婚事啊。我看这根本就是为着要标代收公庙的代志啦。啊，你敢袂想伤细想？咱为着要趁钱，当下要走到送互你安尼哦。不管因为着啥啦，我就是无爱娶因查某囝。你是咧讲啥？你要害咱兜绝后，害我去互做公仔妈就对了。我讲我无爱娶因查某囝，我也无讲我无爱娶啦。啊，人因厝有钱，人佫生了水，佫遮介意你佫咧嫌啥啦？每日哦，我先去甲伊讲看卖啦，啊讲了若妥当，讲了我欢喜哦，你着紧娶出来啦。萨库拉，这是我的爸字，我本人，还佫这边，拢交你啊！这个手指我经足久的，请你叫我无？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喜んで。啊？真的吗？你在创啥？我。我找到阮阿兄啦，我要转去钓线啦。你看，这票，我要转去钓线啦。风吹米米，我识你啦。好，你送注意哈。不要靠冲动啊！我靠冲，送注意啊！风吹米米，那波来。这啥？哎，陈哥，哎，我今天小弟弟，来啦，你不会啦？那这个马上你买，来，好。那无心情好安怎？奇凶的喏。其中嘅人唔可以記啊。你中意乜人啊？萨库拉。發生乜鬼事情啊？傾佢求婚，千冇按改，人決定愛做，行問佢追。萨库拉主講簽到結果，很幾順票，等佢終於朝鮮，當家最準意啊！你看啊，我唔手上買好啊，啊，買是要創啥？有效的啊！啊，你若唔甘，就叫伊留落來嘛。是要叫伊留落來，那我要轉去雇傭啦。那你敢講會出嘴？你係咁共款？是啦，我是甲你共款。啊，咱若讲袂出嘴，咱就爱较勇敢的嘛。你敢知影啥物叫男子汉？男子汉就是你爱的人，要离开你，你阁有法度笑笑，甲讲一聲西安咱啊，迄才叫男子汉呐。男子汉啊！啊你是咧创啊？我有叫你吞手指哦啦。男子汉啊！你想较开的啦，只要你爱的人啊过了快乐，不管伊甲谁做伙，不管伊人咧倒位，拢无要紧啦。稳得啦，紧送伊转去啦。你若阁毋紧送伊转去吼，毋定连我拢食落去啦。
同志啊！然后我个身体哎呦！快！谁快？那你啥面了？心情歹啊！想好心情歹。你唔知啊？你做爱你啊？哈？你唔知啊？你做爱你啊？哈？我哪会知？以后无甲我讲哦。啊？你真拢唔知影？你做爱你啊？伊一日到暗小叮当，我要哪会知影？伊是真还是假？因买一架手机要甲你求婚啊！哈？真的哦？即摆讲这个都袂有啊，你来讲的，我来等啊。天出诶。没有。伊阁是大孙，还阁风来甲关山，啊你站底哩那么共款嘛？啊而且大孙阁摕上大份呢，啊那安尼啦，吼，这你唔着爱问光清，伊甲大孙头家关系，你也毋是毋知啊？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你以后敢毋是大孙因囝婿？你的意思是讲我歪哥哦？校长，迄大孙的记录遮歹，照你讲，伊连参加的机会拢无，为什么伊会去表着啊？中亲，这件代志你咧办呢，表着可是你未来着人爸，这边哪会问我啦？连你就怀疑是我歪哥哦？我听讲有人送你苹果，苹果会较底啥？可能你家己较清楚吧。好啊，既然即马大家拢怀疑我，即马咱来大孙，咱来对质，你拢莫冤枉我啦。光清啊，你也是莫去啦，万一你去，你哪有开安那？你是讲啥？你搞来去？别说啊！哎，小姐，小姐。来，较紧，较紧，较紧，来，帮伊帮伊。好，我知道。多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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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。你是甲我多谢啥啦？哎呀，若无你甲我斗相共，我要票会着啦。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我去送，你紧甲讲我清楚，你表着的代志，甲我一点仔关系拢无啦。我即摆拢怀疑拢想讲是我咧歪告。哎呦，体会啊！你若讲到遐尔啊歹听啦，咱做生意人该好人个咧数，本来就爱好人个啊。佮再讲伊是我未来的囝婿呢，伊甲我斗相共，我买你5只，这闹啥啦？是送，迄恁哥送来阮兜是为着要讲亲情的代志，还是送阮老爸呢？
迄甲你表着的代志一点关系嘛无。讲紧啊咧，迄拢袂要紧啦。你咧做官，甲阮咧做生意拢共款，迄一寡咩咩角角的代志真多啦。做人吼，爱学较巧咧，目色较对我若学咧，路才行会顺啦。佮再讲，你后摆来带阮走囝，这个米甲嘛是你的啊。啊，顶下关系我嘛拢放互你啊，安尼你毋才做会大。做人哦，毋通伤过顶真，若顶真哦，是也袂久的，知无？这是我的辞职批，多谢这几年来你对我的照顾。永庆，吴静雅，你哪遐尼冲动啦？迄大孙的代志，我会替你做证啊。免啦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。其实我早就想要做啊，毋是干那为着这件代志啦。啊好，这头路袂歹，是铁饭碗，好好做。东青，啊，你哪来啊？我是要来甲你回死的啦。我要紧啦，为伫我已经辞职啦，后摆恁家的代志就跟我无关。我知影是我阿爸对不起你，不过请你莫去喊我，我要甲你做伙，我要伺候你一世人。你敢还有记得咱咧读公学校时阵，有一摆你教是一个日本囡仔去互老师罚徛，迄当阵你就是因为看到伊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才会甲伊教死。其实迄个查某囡仔就是我。你咧罚徛的时阵，我就伫咧边仔看，直直偷偷咧哭。迄当阵我就想讲，后摆我若大汉，一定要甲你做伙，要伺候你一世人。遮久的代志啊，我拢无印象啊。其实我嘛知影你甲江小姐的代志，我知影你心内足艰苦的，可能无法度遮尔紧就接受别人的感情。不过袂要紧，我愿意等，我愿意为着你放弃我的家庭，离开阮老爸。不管爱我等偌久，我拢等你。钟小姐，多谢你对我遮尔好，不过我无法度照顾你。像你遐好的查某囡仔，应该去找一个有法度照顾你、疼惜你的人，莫当我。是的。日本太水聊到，然后今年假使我唔讲哪去啊？我样向倒演无？唔会啦，因为即个顺利啊，即个呢。啊，那就对到。然后康老板因讲啊，太水要到要表倒，迄毋是从前五个关系。
从前迄较像警卫所条解释咯，叫安尼做迄应该啊。无可能，从前厝内就公司公歹啊，大家人全都过了家己，伊安硬出，无可能啦。好啦好啦，因也还有问题了敬业中的面，又有七家的警秘所，就算成年毋要做得动态，还是会说服啊，哈。来想，你个善良要过身，理上可能应来应跑，应该安身定来当所在啦。你想要做嘛代啊？譬如讲，用你先白。先白。哦，毋对汉细的时间，俺老娘爸迄小石木卡又说过真好说，俺又带伊缀转落去本园说，结果本园已经说脱咧。我去晒咯，万本爱啊！会啊，唔会做啊，先白。唔会啊，做做种研究方啊，我先去验条的啊。几条条，几条几脑，又上个有诶无诶？经验要转来，迄工作的都卖自家的田转来工，计出好诶啦。问题安尼想要唔要吵咯？是歹啊，做得做长时久诶。大哥啊，这米你炸转去，稳得种的，咱遐上好的米。毋免啦，比较重的真歹炸。你还敢有照食的米哦？炸转去啦。好啦，莫搁拼啊！明仔坐船几点你毋知哦？去困啦，先休困啦。无要紧啦，你要做好啊。叫莫你听无了啦，去困啦。你要食啥？你啥？叔啊，叔，你还可以啊？有这么个？多少钱？也是有10块钱啊，或者小的图书。拢存好啊。嘿啦，现阵又好早，
好听。哎，停下，啦！哎，停下啦！我上个遮就好啊，我就挡袂掉，你甲我保重。我南主汉的，小兰啊，哎，行。天厝的，天厝的，天厝的。啊，即马农会头都死掉啊啦，啊，你准备要送病？啊，你讲啊，给你斗正常啊。我若爱你甲我斗正常哦，也就送你去读落校。我即马想开啊啦，袂表你娶我啦。你即马要创啥哦？做你去做啦。有啦，我拢有咧想啦。啊，毋过嘛袂用甲你一个人放咧厝的啊。咱就是讲遐消话啦。我种田种规世人，身体好甲安尼，也着你来照顾。啊，敢毋免有人甲你做伴？阿爸，阿妹啊，阿爸，有看无？我阁有囝婿查某叫你照顾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来，我也替你啦。啊，你啥不要早呀？你是走去倒？到即马倒转来？遐大汉啊，搁伫遐咧哭，袂见笑。你毋是去坐船啊？我毋转去啊，会使无？嘿啊，都会使啊。你永远拢无爱转去啊？你甲我管，我当时爱转去就转去啊。哈？你搁徛咧遐创啥？紧去扫涂骹啦！好。喂，手机咧？啊！我变数者。阿兄，陈景哥，你没吃茶？是啊，安安的，我差不多互抢面铺。呀，问讲起咧？哪会开遮侪钱啊？应该啦，我做阿舅的本来就爱送啊。阿妹啊，阿兄决定要来行船啊，明仔载啊，就要来走啊。哪会遮紧啊？你哪拢无甲我讲？啊，就拄啊好有人咧招，阿兄嘛袂用闲踮咧厝的啊。我是记叫的。没听错，2、3年骗的。哪会遮尔啊久？你等一下啦，我去叫文华姐。唔免啦，我的代志唔免甲讲啦。我若有闲，我会写批互伊。文弟，阿爸
就拜托唔对的。唔是啥啦，改做的。补充啊。阿兄，你家己嘛爱保重。我会啦。文哥啦，唔总个面去拿来分两把上课啦。哦，好啊。要什么干？现在去到。不要去啊！阿婆伫地板讲伊做嘛嘅。阿爸，阿爸。弄去怎啊？我很敬业去寻佢转来，娘会讲，因迄一家人，娘爸做去，佢含迄位转来拜啊，较细面着诶，过去。文珠啊，给你好冇？阿志头，阿志聪，阿志聪。伊啊，较少的哦。嘿啦，你下晡会做点心咩？起点这么个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下呢，实在去准备。好啊，该挨做来听书嘛个。阿爸，你乖，我哪里啊？文爸，从前我去听说，根本伊出来走啊，唔会去送佢去。咩记的哦？拢袂讲的啊，两三从细感情就当好，人爱从高，唔限去送佢啊。伊啦。说说去，还爱转来拜呢。是啦。你用咩啲啊？你送我。也饭团，迄英文的中文名做诶，阮带啲都方式。我想过做了识到其中的面。还没冇想到。即其他讲，唔係中國嘢，佢改咗性別。来做手弟，伫迄生意局。從小至真是唔會查。你聽錯一隻啊！做唔得留下來，仲要聽下來，好好講嘢咧嚇。大家感情就不你听。这样是爱求百里国，其实我希望佢做到本人充实。如果外地佢迄无转来，唔会艰苦。有所我怎有去救佢？弟弟，
你讲，基真金无法度转来的，拢甲杀啦。就好好讲伊啦。你迄只秘书，我几头开更大开。你做小小的饭菜本来也食，还有明日搞杯阿婆，你是大师。喏。爱的男友，平安每个时节，看灯好的，就要想到家乡的无路，转来看灯无路，沙上灯难用过海，爱都唔知。爱自家囡仔，也下，还总算伫南重庆寒流都难用，来爱去老去请转来。来去。脚转，海港你要等因转来。食材嘛无搭台，菜有配有强下来，喜好把胶水，唔会下个嘛来强下掉闹热，树红那里mặc住條線亮臉落肚，你同樣白辣，對愛強又無法度。天公觀眾我，愛老嘢講，打在鼓，做嘅啲嘢唱個聲嘅啲嘢跳舞，放眼衝浪愛照亮咗我開路，你唱下我坐定碰定泡茶，是包呀阿妹下啲做下，冇限其他，一講講聲你呀，我都放喺路上笑哈哈。包呀妹哈你做哈，冇限其他，你講講聲你呀，我都放喺路上笑下。